精緻嘅大肚婆嘅臥室究竟適合咩風格？日式、法式都不如佢啊！Hello， 老細，我係 Louise。嗱，中古風主人房高級又實用，木紋、皮紋、石紋多材質拼接，復古溫馨超有格調。靠窗 L 型嘅島台咧可以做書台，搭配分層嘅櫃桶，雜物徹底分區收納。喺台面5cm 加高擋邊，防跌落更加實用，日常使用超安心。咁喺上方嘅吊櫃啦，加埋開放書櫃加護牆一體，唔遮採光，拉滿收納。咁喺未結嘅油壓床設計，床底海量空間收納厚被同埋過貴嘅藏品。整牆定製衣櫃，設開放淨衣區，內嵌拉籃，副架分類超清晰。頂部中古風豎條木條子提升咗層次感，氣氛溫柔又復古。中意呢一個復古格調嘅設計，記得點讚收藏啦！想定製專屬你嘅屋企主人房，即刻留意